一來一講南北講東西，黑邊蒙蒙紅你。哈克烏拉哈克烏拉拉哈克烏拉拉哈克烏拉拉，大家共同笑嘻嘻。哎呦，我觉得布丁要多买一点啦。我觉得汽水要多买一点才对啦。布丁，汽水啦，对啦，就是要布丁多买一点汽水才对要多买一点。你们两个又吵架啦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因为我们找了很多朋友要来家里玩啊，所以我就跟某某在讨论要买的点心啊。哦，所以你们只是在大追顾咯。打架？我们没有打架。不是打架啦，大追顾是聊天的意思。那如果是大家一起吃饭聊天，那客家话要怎么讲呢？可以说大东西，意思是几个好朋友准备自己喜欢吃的菜，一起聚餐聊天。大东西。糟糕，快来不及了！我也约了朋友要大东西，那你们两个就自己大追顾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呀，布丁啦，汽水啦，买布丁，买汽水啦。大东西，聚餐。大东西，聚餐。大追顾，聊天。大追顾，聊天。彤彤姐姐，如果我们自己带点心一起吃聊聊天，叫做什么啊？大东西。那如果只是聊天呢？大追顾。彤彤姐姐，你好美哦！谢谢亮亮，你也好好看呢。没有彤彤姐姐那么好看啦。亮亮，我们就不要大追顾了，赶快吃东西吧。大东西，聚餐。大东西，聚餐。大追顾，聊天。大追顾，聊天。大东西，大追顾。2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再会哟。